電車加智駕就等於移動嘅火葬場，智駕嘅全稱就叫做智障駕駛。顧名思義，係俾智力有問題嘅人使用嘅。一個智力正常嘅人有手有腳，開智駕嚟把撚咩？小米叔柒響高速上面碰撞起火，燒燶3個女大學生。呢單閪嘢只能夠講年輕人太過容易俾廣告營銷洗腦。依家嘅新能源車吹到天花龍鳳，各種遙遙領先，天下無敵，令到啲用戶響一定程度上有認知障礙，誤以為技術成熟，過度信任啲吹水文案。事故發生嘅時候，車輛係處於自動駕駛嘅狀態。系統喺碰撞前2秒先發出碰撞預警，交翻俾駕駛員接管。但喺高速嘅狀態下，反應時間嚴重不足，最終係以97公里嘅時速撞向隔離帶，跟住爆燃着火，寧德時代首先出嚟撇清關係。出事嘅呢台車唔係用佢哋電池，而呢台車採用嘅係純視覺方案，冇激光雷達，連最基本嘅雪糕筒、水馬都識別唔出嚟。響夜晚或者複雜嘅環境下，系統預警仲會有延遲現象。咁點解會冇觸發自動剎車功能呢？官方回應就話，自動剎車系統未能夠識別到雪糕筒、水馬等等嘅呢啲靜態障礙物，呢個功能只能夠針對係車輛或者行人呢啲動態目標，並且係同行業配置標準一致嘅，咁就說明咗自動剎車技術響靜態障礙物上面嘅識別能力極差。有人質疑響事故之後係咪車門冇辦法打開，導致佢哋冇辦法逃生。根據國際要求，響碰撞之後，車門應該會自動解鎖。但係電動車有一個致命缺點，車門採用電子控制，響劇烈碰撞或者斷電之後，會導致電子控制模塊失靈或者斷電，令到車門冇辦法打開。況且電動車爆燃只需要幾秒時間，而且冇辦法撲滅。一旦出事，人響入邊就只能夠等死。破窗器你不妨了解下，1秒破窗，電車必備。就現階段嚟講，所有嘅電動車都係屬於 L2以下嘅輔助駕駛級別，要求駕駛員全程監控。今次事故嘅責任默認就係歸屬駕駛員，除非你能夠證明車輛存在設計缺陷。然而車企掌握行車數據，車企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，用戶維權嘅成功率基本為0。車企只要喺廣告營銷入邊強調自己係智駕第一陣營，解放雙手呢啲咁樣嘅概念，用戶容易被誤導，對於輔助駕駛功能存在盲目信任，甚至模仿車企喺直播間入邊放開雙手呢種咁樣危險駕駛行為。我曾經多次強調，行車數據必須要透明化，電門同剎車踏板必須要安裝攝像頭先至準佢上路。行車數據必須要由用戶、家屬、車企3方共管，禁止車廠數據壟斷，後期篡改數據，從而推卸責任。智能駕駛嘅本質係輔助，並非代替。技術迭代需要同安全意識同步提高，方向盤永遠都係爭自己手上，唔應該交俾算法。呢條片你記得發俾你開電車嘅朋友。就目前嘅智駕水平，只能夠當佢係升級版嘅定速巡航。信佢一成都過唔到清明，唔好攞自己條命仔嚟教飛，幫車企做白老鼠。聽懂嘅點讚，我哋下期再見。我大佬搞咁耐，你咪唔閪俾